第200篇，在聖靈裡不分彼此。哥林多前書12章13節，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喺香港，地少人多，樓價更加係高昂，而不同地點嘅差異都好大。舉例，喺太平山頂沿路嘅樓房價格就比新界地區昂貴好多啦。不過對於住喺咩地區，大家都有各自嘅喜好。住喺山頂嘅人會話呢度景色一流，房屋嘅質素又高；而住喺新界嘅居民，尤其老人家，可能會話即使送我山頂嘅屋，我亦都唔想去住。我鍾意新界，空氣清新，交通方便，農產品喺當地耕種，生活便利。因此香港嘅每個地區都有人居住，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嘅需求、喜好同能力。放眼世界亦係如此，你認為香港好好，外國人未必認同。外國人睇香港，覺得地少人多，居住空間狹窄，生活節奏急促，並唔係宜居之地。例如一間房屋單位嘅面積可能比人哋嘅廁所仲要細，行喺馬路上步伐好似賽跑一樣，晏晝食飯狼吞虎咽，因為午休時間好短。然而香港人卻因為自身嘅高效率、聰明能幹、揾錢能力強而深感自豪，並享受便利嘅交通同多元嘅生活方式。佢哋認為香港係值得終身居住嘅地方，呢個係一種地域、文化同價值觀嘅差異。今日嘅經文所談及嘅唔係地方嘅差異，而係民族同階級嘅比較。猶太人以民族自豪，希臘人以文化自傲，主人同奴僕有身份上嘅明顯差異。然而保羅提醒我哋，喺基督裏呢啲分別都唔再重要，因為我哋都係神嘅兒女，都係藉住耶穌基督嘅寶血得救，並且領受同一位聖靈。既然係咁，我哋就唔應該彼此比較，而係要為大家所擁有嘅共同恩典向神感謝。比較只會破壞關係，而感恩卻能夠增進彼此嘅情誼。朋友，你係咪經常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，或者同別人不同呢？讓我哋一齊嚟到主嘅面前，放低比較，存住感恩嘅心，因為喺聖靈裏，我哋都係一個身體，彼此相連，彼此成全。